大陸任作為中國古老三式預測絕學之一，其起源可追溯至遙遠的上古時期，早於造易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。吳越春秋越絕書中已記載有六壬術數的形容，可見其在漢代以前便已存在，並在東漢盛行。歷經唐宋明清，在各個時代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。宋仁宗親為楊維德編撰的《景野六壬神定經》作，最足見宋代時大六壬已深受社會各階層喜愛。他以占卜人士著稱，基於天地宇宙的運行規律，以月將家時構建起天盤地盤四課三轉的複雜體系，配合遁乾貴神及神煞，運用五行生克及天干地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，對事物發展的走向進行精準預測。從個人的運勢起伏到企業的決策輔助大六壬，都能提供獨特的視覺和有價值的參考。